You're something beautiful, electric chemical. You take my breath away, feel my emotions push and pull. Shooting stars in your eyes, you're bringing me to life. Love how you say my name, you make it feel like summertime. When you reach out your hand, I find myself again. Electric wonderland, no, I just can't get enough. You feel like magic, magic. Just one touch, my God, I gotta have. 喂，play 乜玩咩好？邊度好玩？我哋去玩。上集講到，我哋由順德開車200公里去到清遠，喺4A 級景區玩咗飛索同埋玻璃滑道，又體驗咗茶谷裏面露營。今集繼續自駕遊，喺清遠玩咗1日，坐完熱氣球，又玩超高速嘅懸崖飛車，再玩小卡丁車，由山頂滑到山腳，嫌自己未放完電，再行山睇瀑布。夜晚入住廣州一間2024年新開嘅酒店去探返晚先。第2日出發去佛山，近期大力宣傳嘅遊樂場玩咗半日，想近近地玩2-3日，即刻開車出發啦！喺我哋住嘅 T3 楓林茶谷附近，揸車5分鐘，有個廣東唯一全年營運嘅熱氣球自由飛空中遊覽飛行營地。樂天遊熱氣球飛行營地係廣東省首個，亦係唯一獲國家民航局認可㗎。唔係揸車自駕遊嘅話，可以搭高鐵去到英德西站，再轉的士。熱氣球自由飛998蚊一個，一般飛行30至45分鐘，高度大概500米以下。而我哋就揀咗坐熱氣球繫流飛。繫流飛係2繩固定熱氣球定點升降，對於期待又驚受傷嘅朋友，係一個入門嘅乘坐體驗。平日成人188蚊，小童99蚊，周末成人238蚊，小朋友就168蚊。升空高度30至50米，可以低空欣賞風景，飛行時間6至10分鐘。教練建議坐熱氣球最好嘅時間係朝頭早5點半至7點嘅日出時間，同埋下晝4點至5點半嘅日落時間。呢度除咗熱氣球之外，仲有動力傘、滑翔傘體驗，最平498蚊一個人起。飛行員會根據天氣、風力升降，而且飛行員經驗豐富，獲得多張證書。等飛行員整好熱氣球之後，就可以原地升空，升高大概30至50米，可以低空欣賞清遠風景。其實清遠英西楓林，佢嘅景色唔會輸俾桂林，所以有廣東小桂林之稱。就算唔想玩，都可以過嚟打下卡。有興趣可以微信預約。坐完熱氣球之後，返去 T3 楓林茶谷食個早餐，時間啱啱好。早餐1人1份擂茶湯麵。check out 之後繼續揸車。為咗唔想一下子開幾個鐘車返香港，我哋會逐個景點玩，縮短回程距離。咁啱有個新開嘅酒店，一直都想住，所以今晚我哋揀咗入住廣州番禺嘅穗集建山作為中停站。酒店係經 Shopback 連接去 Trip.com 預訂，咁樣就可以同時賺盡酒店網優惠、信用卡優惠同埋回贈。Shopback 係一個連接去旅遊平台、旅遊保險公司、book 機票、酒店、行程、租車同埋買旅遊保險等等，係可以即賺現金回贈嘅平台。佢每次回贈比例都唔同，周不時有升級優惠，可以賺更多，仲可以隨時轉數快轉入銀行戶口。預訂嘅同時，又可以同時賺信用卡優惠。除咗 book 機票、酒店之外，經 Shopback 網購、叫外賣、買衫褲鞋襪都一樣可以賺到現金回贈，而且回贈係冇上限。同時用埋 cashback 優惠嘅信用卡，可以享受雙重優惠。以我哋今次入住嘅酒店為例，首先登入 Shopback 網站或者手機 app，click 翻 trip.com 之後，佢就會自動轉版面，照平時咁樣揀翻心水酒店，之後俾錢就搞掂。如果想知道邊個商品有幾多回贈或者冇回贈，可以喺賬號睇 cashback info。到而家我大概已經賺咗1500蚊啦。嚟緊4月14號嘅 Shopback Cashback Day， 經 Shopback 連接去各大旅遊商戶網上消費，即賺限時升級現金回贈，分別有 Trip.com 高達11% 現金回贈，Agoda酒店高達7% 現金回贈。
精彩活動高達12% 現金回贈 ，Booking.com 高達12% 現金回贈 ，Expedia 高達13% 現金回贈 ，Hotel.com 高達9% 現金回贈。賺到嘅回贈可以隨時轉返入銀行戶口，又可以賺信用卡優惠。仲有啊，大家用呢個推廣碼登記成為新會員，即賺30蚊，完成首單額外再賺70蚊，即係一共賺咗成100蚊獎賞。以後網購用 Shopback 會賺更多，未夠抵即係蝕底。嚟到楓林曉鎮，同樣要買門票入場，裏面每一項遊戲設施都係逐項計。如果遇着花期就可以影到靚相，不過可能我哋冇緣分，加上個湖踏入枯水期，基本上唔玩遊戲設施會好悶，有啲中伏嘅感覺，建議呢個景點可以 skip。揸咗1個鐘頭20分鐘，足足63公里，終於嚟到國家4A 級旅遊景區嘅古龍峽，裏面有收費停車場、酒店，同時係國家體育旅遊示範基地、國際漂流賽場等等。除咗有刺激嘅飛車之外，仲有集瀑布、深潭、奇石、叢林於一身，仲有幾個網紅打卡位。入場之前買門票，我哋買咗懸崖飛車，再加峽道飛車門票，158蚊一位，包咗上山嘅接駁車。入場之後會有多間餐廳同埋休息區，價錢唔太貴，一碗麵30蚊內，食完午餐就直接去玩啦。接駁車揸5分鐘左右就嚟到山頂。首先要玩懸崖飛車，因為峽道飛車係直接滑到山腳，所以一定係最後先玩。懸崖飛車可以2個人一齊坐，喺近1000米嘅懸崖繞山而行，全長4.8公里，速度可以自己控制，最快時速可以去到40公里，經過多個360度轉彎，超刺激啊！完全冇離心力，只有速度感。最好玩嘅方法係要同前面遊客有一大段距離，甚至見唔到前面有人，先可以最快速度飛馳。如果唔係就一路揸一路停咁樣，咁就冇晒癮啦。玩完之後再去玩峽道飛車，呢個小卡丁車我哋第一次係喺雲南大理玩，呢個由山頂滑到山腳，當中經過差唔多30個彎，唔會有 U 型彎，大多數都係 S 彎，路面比較崎嶇不平，如果快速滑落去都蹬得幾犀利噶吓。揸咗20個彎左右，已經有種頹廢感，不停喺度諗幾時先玩完啊。2個飛車比較，我哋覺得懸崖飛車好好玩，更加刺激啊！返去廣州之前揸10分鐘車去到筆架山旅遊區睇瀑布，入場同樣係要門票，88蚊位，係一個集登山、攀岩、漂流等運動於一身嘅原生態旅遊風景區。呢度有條常年水流充沛、9重飛瀑，佢高208米，係筆架山脈少有嘅高空奇瀑。呢度都有好多體驗項目可以參加，例如浮橋、深山飛躍、驚心鐵絲橋等等。四周都充斥住原生態味道，係天然嘅氧吧同埋武俠仙境，輕鬆玩1至2個鐘都夠。起程過去廣州番禺啦，全程101公里，揸咗大概1個鐘頭40分鐘就嚟到我哋一直想住嘅穗集見山，屬於隱藏喺市區嘅一間5星級度假民宿。距離廣州南站長隆野生動物園都好近，呢度有免費停車場，好啱自駕遊。check in 嘅時候可以揀3選1香薰放喺房間。民宿設計輕鬆優雅得嚟，大啲高級。客房有40幾間，每間客房各有特色，都擁有獨立泡池，空間寬敞，面積由70去到260平方米不等。我哋喺穗集見山嘅微信小程序買咗豬香套票，中餐1撲2食，客房專享極致浪漫雙人晚餐，視乎房型價錢2888蚊起，當中包咗1晚住宿，房間享用中餐200蚊、400蚊或者500蚊嘅紹爾軒中餐廳消費券，可以揀返入住當晚或者第2日上午用。每間房免費2杯咖啡或者無酒精飲品，管家會 send 返兌換碼連結，可以喺建南西餐廳換領，仲有歡迎水果同埋小食等等。我哋就 book 咗見山1房1廳套房，職員會幫手拎行李上房，簡單介紹房內設施，之後會將窗簾、房、床等等嘅位置憑咗 check in 嗰陣揀咗嘅香薰。套房80平方米，一打開房門係客廳，mini bar小食第1晚免費享用，洗手間乾濕分離，間隔分明嘅睡房有2米特大雙人床，枕頭床褥軟熟。
酒店好貼心，呢度仲有蚊怕水同埋電蚊拍，有需要可以用。露台有獨立泡池，望出去會見到林山無邊泳池同埋篝火聚會地台。每晚8點至10點有免費電影放送。晚餐送上房之後，職員會每道菜簡單介紹，有前菜水果拼盤、嶺南爽味4味拼，湯水係壯天麻燉魚皇，同埋清雞湯過橋貴妃胖。呢個懷舊金錢蟹盒好酥脆。不得不提黑松露鮑魚乳鴿腿，食過之後真係念念不忘。上台嘅時候會輕輕煙燻，乳鴿腿完全去骨，再釀入原隻黑松露鮑魚，一啖咬落去，皮脆肉嫩，再夾雜鮑魚嘅煙韌，口感好豐富。唔怪得佢哋獲得黑松露度假指南最高榮譽大獎啦！全國只有3間可以拎到呢個獎咋。而鳳子蒸鰻鹿湖，無骨積啖啖肉冇腥味。仲有每人一份時令田園時蔬，主食仲有海參姐熊貓飯，名副其實係海參煲仔飯，好好味。所以呢度有好多人，就算唔係過嚟住，都會專程過嚟食飯。最後仲有甜品天山雪蓮、栗子紅豆沙同埋古韻手工杏仁茶，而酒水就包咗1支紅酒。食完晚餐之後，每晚9點半都會有晚安糖水送到房。第二日朝頭早仲可以喺少爾軒中餐廳用200蚊嘅消費券試一試佢哋手工現製嘅廣式早茶，美點3拼，有手工鮮蝦餃、海皇菠菜餃同埋巧手灌湯包，每件點心都幾大粒。我哋仲嗌咗排骨鳳爪雙拼，菜心見山南瓜餅就好似小煎堆，內餡係流心南瓜 mix 埋核桃，好特別。而 XO 醬瑤柱金鈎蝦米腸，腸粉裏面包住粒粒蝦米，配 XO 醬都幾惹味。哇！呢個鴻運當頭沙翁係必食噶，同香港嘅唔同，除咗白砂糖之外，仲有淡淡陳皮草莓味，入口由外到內都係一種脆皮棉花糖嘅口感。民宿除咗篝火聚會地台同埋林山無邊泳池之外，仲有山景活動天台同埋唔少打卡位。退房之後，食完民宿裏面嘅建南西餐廳下午茶，就出發去佛山玩啦。西餐廳環境簡約舒服得嚟，有啲大自然氣息。嗌咗黑松露菌菇拿破崙、柏馬森芝士松露薯條、熔岩朱古力蛋糕，另外仲兌換返贈送嘅飲品百香果香蕉氣泡飲同埋 Dirty， 整體味道唔錯，好多人都專程過嚟食午餐啊！整體嚟講，呢2日喺清遠廣州體驗感覺良好。大家如果去古龍客玩，記得預返3個鐘左右。中意速度感嘅話，一定要玩懸崖飛車；中意賽車就要玩峽道飛車。廣州塞車問題比較嚴重，要控制好時間。沿路嘅路況都算幾平坦，又易揸。每個景點嘅停車場都要收費，通常都係10蚊一架私家車，有啲可能20蚊一架。而且景點全部都要入場券，大部分遊戲項目係要額外收費嘅。第4日，我哋由廣州民宿揸車去到佛山迎香心動樂園，60公里，大概1個鐘。想知呢個重新營業嘅樂園有咩咁好玩？有邊啲 item 玩完之後好後悔啊？就要留意下一集港車北上環省遊啦！如果你中意呢條片，記住 like、訂閱、share 同埋留言俾我哋。我哋下條片見，拜拜。